嘿嘿。哎，阿母啊，嘿，你若甲较早歌谱啊，搁摕起来咧变啊？嘿啊，真久无看啊，摕出来看看咧啊。哦，你就知啊，自恁阿爸过身了后，我遮就拢甲收起来啊，无伴也无人通唱啊，对无？我知啦，阿母，自阿爸过身吼，你嘛甲阿爸互你遮歌谱啊吼，拢嘛收起来，拢嘛毋共等杂。是讲，你今仔是安怎想要掀起来看哈？掀起来看，一方面是思念恁阿爸啦，一方面有人就要甲我拼歌啊，我着安尼赶紧摕出来看看溜溜咧啊。拼歌？阿嬷，拼歌？是你要甲谁拼歌啊？就对面迄个老不朽啊，迄个老迪哥啊。阿公哦。嘿啊，嘿，讲要甲我拼歌啦，嘿，安怎无惊？你就知影恁母啊歌声本来就袂歹，对毋对？惊毋知咯，你甲我拼歌，遐个歌谱拢你阿爸买互我，伊就是知影我爱唱歌，对不对？嘿，我即摆甲摕出来溜溜的吼，迄有当时无唱着，迄歌词会袂记的，会漏交。即摆看看，甲我拼，绝对拼赢伊的。阿母啊，你本来歌就比较好啊，绝对拼赢伊的啦，啥？嘿啊，这对咩？迄毋惊毋知咯，迄绝对拼输我的。阿嬷，虽然阿公讲你敢若花姑姑啦，敢若好姑婆咧，也毋过阿公发现着你是一个真善良的人又叫美丽可爱哦。你真是安尼讲无？对。阿母啊，你莫看人安尼呢，人对印象足好的哦。有影？真的啊？哎哟，毋正够，迄个装下爽，佫遮尔有眼光，佫会讲我窈窕美丽，心肝好。好啦，既然人咧出招来，我就对。爸，你哪向我还袂困啊？我是你我气我家己啦，气我家己拢为我家己，拢无为恁两个设想。我要安怎做就要安怎做，害恁翁仔某少你冤家。爸，你哪着安尼讲嘞？当姚总你也毋是无了解啊。伊自细汉就无老爸老母，靠伊家己一个人打拼到大汉的。有时阵往往伊的要求会较悬一点啊，你莫想伤济啦。我家己食啦真正头壳拢歹去啊！我本来要去恁小弟遐住，结果呢，无去遐住，来恁遮住，才甲恁翁仔某恁的生活拢甲恁了乱去。我实在愈想愈艰苦。爸，当你拢总嘛迄101个后生啊尔，你莫为着讲你家己将你所有的财产拢互家宝，即摆咧遐艰苦，当你将财产互这个后生嘛是应该，我饲你嘛是应该啊。应该，我不应该啊！甲我的财产拢互伊啦，拢无分互你啦。我要去遐住，伊就惊伊某讲安尼会念，我都毋敢互我去遐住，莫说来你遮住。结果呢，你啊看，敢有打卡到？敢有来看我一摆？敢有敲一个电话？真正无路啦，无路。无安尼啦，我明仔载敲电话互伊，叫伊来咱遐食饭，好无？毋免啦。爸，亚总，还未困，咱去遐吵着。无啦，啊，爸，下晡我讲遐话有较冲动、较自私啦，莫去生气。对啦。尤其家友，我嘛无应该讲安尼，因为你开一寡钱，就咧念甲安尼，我知影我毋对。亚总啊，毋对的人是我。人恁本来足单纯的上下班，也无人去甲你吵。我家己一个人无聊，困规工，煞咧暗时困袂去，都爱起起哭哭。爸，过去就好啊。但是以后我袂阁安尼啦，
我日时拢无爱搁困，我日时要出来运动去，我是会行行，暗时才来困好。我绝对袂去搁甲恁搅扰恁的生活，吼。好吧，你莫想遐济啦，较早困好无？哦，对，啊，恁两个爱上班啦吼，啊，真晚，两个翁某较早去困。好啦，爸，啊你嘛较早困。好。阿管，你甲阿明的代志吼，即阵仔我加减有了解淡薄。其实自从我入来公司到即久，阿明早就无甲迄个查某囡仔斗阵啊呢。加油！这件代志我早就知啊。你知影？迄天恁讲的话，我拢有听到。其实我感觉讲，即件代志恁两个人拢有毋对啦。当然，阿明爱负上大的责任，但是查甫人是谁有无做毋对的时阵呢？对无？搁再讲，恁有囡仔遐尔大汉啊，囡仔嘛需要老爸啊，袂用讲两个人永远就安尼落去啊。加油！多谢你的关心啦。其实这件代志，我家己嘛毋对，伊造成甲安尼，拢爱怪我，怪我事业心伤强，无尽力做家后的本分，无关心伊，无照顾伊，我毋则害去外口找查某，这拢爱怪我，所以讲，我嘛是爱负责任。阿关，若安尼讲，是毋是讲会当搁互阿明一摆机会，两个人搁斗阵好好起这个家，好好保持这个家庭呢？对吧？哎，来啊！经理，这公文请你看卖。啊，稍等下。哎，经理，有什么代志？阿明，你过去有做出对不起我的代志，实在这完全袂当怪你，我家己嘛有毋对的所在。无咯，其实咯，应该要求你原谅人是我，请你原谅我。对啦，两个人阿某吼本来就应该好好斗阵啊。安尼以后我请，咱大家斗阵来食饭。哎，好啊。太太，喂，你毋知影过会记的袂？哈，今仔日什么日子？今仔日什么日子？今仔日咯，就是咱30多年前初恋的纪念日啦。你会记的袂？咱初恋迄天吼，咱嘛是共款坐讲，嘛是共款坐即个椅啊。我想到，安尼戏也嘛有月娘是真圆哦，佫真大了，佫真光哦。哎呦，对啦，就亲像安尼啦，足大了，佫足光的。我就是老饭店啦，即摆日是安尼，有月娘，啊，无迄落啥？迄日头啦。哎呦，啊那当时变日头。好，无彩你嘛惊我订飞过。对啊，我是讲哦，订飞过咱会佫看毋到。哦，咱莫讲日头的代志。尤其迄夜嘛吼，咱两个安尼，伫遐安尼暗时啊吼，啊伫遐咧谈情说爱，啊哎呦，迄阵网啊足够的吼，啊要是有迄网啊一只拢滚我了。你真暗，迄放的一只军歌，迄咪无啦。哎呦，你又佫甲我吐槽，但我已经叫你吐20-30年啊，你安尼吐袂煞。哪有法度？先叫你定定安尼搞不清词。阿妈，你毋得较紧呢？哦，拜托的家伙啊！我恁阿嬷呢，我毋是恁姐姐呢。哦，你的体力你要甲我比哦？哦，拜托，好，你家走落来，家走。呀，咱搁去洗。哦，无啦，搁洗。好哎呦，困啦，啦！妈。哦，我要喘气。哟，小弟啊！去阿公，去阿妈恁好。乖。哎呦，姑当娘啊！哎呦，啊，今仔是啥物风啊？心情遮好安尼，两公母安尼带来公园咧散步。毋是啦，啊，就今仔日哦，就是阮哦30多年前哦，迄初恋的纪念日啦。啊，阮来遮怀念啦。
好啦，莫讲个遐去啦。哎，小弟啊，算毋知影咧啦。啊，我顶工啊，阮两阿某去出国旅游对无？啊，专工哦买一个礼物要送你啦。哎哟，安尼哪好势啊！当逐个也毋是无熟悉啊，行这个礼数安尼。无啦，这小款物件啦。对啦。这去荷兰买一支茶克的迄落吐司啊。讲我好啦，荷兰达啦，荷兰啦，荷兰买啦。荷兰啦，嘿啦。荷兰啦，嘿啦，你摕起来。哎呀，安尼就太势利。无要紧啦，哎呀，当毋是无熟悉啊。啊，无就手个。多谢。拄好坐遮等你哦，看你妈孙仔遮尔亲的着，啊，实有够使人心善的。安尼我跟那查某囝有够无路用的，过养4、5年，到即马一只消息都无。哎哟，你两个啊，若是讲哦，迄孙哦，你出头哦，我看你以恁的个性哦，你规工要娶迄个孙啊，啊抱过来啦，啊抱过去啦，哈，啊，规工无用试试哦，都无通像即马安尼啦，想要来游山玩水啦，行东往西啦，啥物去啥物荷兰达啦，哦，迄个无，都无法度啊啦，安尼较自由，安尼较自由啊。对啦，安尼，阮翁仔某用的时阵嘛，过会去荷兰达。迄就是讲诶。我问你吼，你迄落拜五吼，你毋知有时间无？拜五哟，我是无啥代志啊，要创啥哟？无啦，我是讲哦，要请你来阮兜吼，食一粒饭啦。食饭哦，啊是爽的喜的。所以你来问下你啦。这当然问我清楚啊，看是红包啊白包，若包毋对，失礼啊。哎呦，我讲你啦。无啦，哎呀，毋是啦，就伫你讲，阮意思是讲吼，啊，迄拜五吼，阮迄查某囝小生日啦，啊，著阮人讲吼，要甲伊热烈庆祝者，再叫人起来互请。哦，安尼哦，哎呀，恁翁仔某吼真贤做人呢，啊，先买一支啊，迄个茶糖丝啊，互我啦吼，啊，拜五再搁叫我包一包大包就对啦。无啦，这无咯，你误会啊啦。我讲我毋是迄款人啦，我即回吼，这送是还送啦。啊，你若参就讲吼，要来互阮请吼，阮绝对无收礼。哦，无收礼啊？嘿啦，无收礼，吼，安尼迄工足用的，足用的。啊，你就会记的。啊，你要来迄工吼，你就会记哦，要招一粒舞伴来。哈？招舞伴？嘿，创啥？阮咧要开了生日派对啊。哦 ，party 哦。讲好啦，毋是生日派对啦。派对。无啦，我知啦，伊讲 party。嘿啦。看啦，就搞算跳舞的啦。就搞算。毋是啊，就安尼，敢若迄落跳舞的喎。嘿啦。哦，迄哦，啊，恁安尼无意思呢，啊，你就知影，啊，阮老的都已经去做神啊，你要叫我去对吹啊。有啦，阿嬷，对咱对面迄个阿公啊。哈，你叫我找迄个庄家爽的哦。伊妈，拜托的，迄个要跳舞。啊，你也无问伊通跳舞，你哪会知？啊，安尼，啊，就中午接啉一杯。阿母啊，你我弄无啦？哎呦，哈，无要紧啦，我中午接啉足济啊，来啊，无要紧啦。我看安尼袂用的，我看等下吼，我送家伙了去上课了吼，我来洗饭，甲你到庙仔转来互你食，好无？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，你去上课去上班啦，无要紧啦，我会晓照顾家己啊。阿母啊，你真是要紧啊！无要紧。哎呦，甲你讲无要紧啦，啊，我大母人大母种啊，我家己晓照顾家己啦，放心啦。好啦，无，我来去啊嘿。我你讲吼，阿嬷吼，看袂咧厝，我实在足袂放心的。对面阿公啊，你等下吼去叫迄阿公过来陪阿嬷，安尼妈妈才袂烦恼，知无 ？No problem. OK. 啊，恁两母仔踮咧欺负厝一个讲啥？紧去上课，紧去上班啦！等下迟到哦。阿嬷再见。有啦哈。啊，再见。真奇怪，迄姜母汤啉啊济，安尼佫足艰苦。好，我来洗个房，摕药仔。哎呦！无看人伫个，那放空呀？哎呦，哼，这老妖精原来是在，哼，
我都拍到遐个姿势，我拍到遐水啦，笑死人个实在。唉，我当要困，无去房间困，倒只困，姿势嘛免摆到遐水啊。安怎我插我呢？啊！哎呦！哇！安尼发烧到安尼，哇！手险啊，烫到恐怕。要安怎？先到附近，先到。哦，看袂出来，这是我食重啊，重敢若死人咧。哦啊，唉。